虽然我最常吃的速食是麦当劳，但其实我对汉堡王有更多的情感，并不是说汉堡王比麦当劳好吃，而是我和汉堡王的故事特别多。汉堡王在台湾的店其实一直都不算多，我小时候只有跟家人出国前会在桃园机场吃汉堡王，也因此我养成了每次出国前都会在机场吃汉堡王的习惯。读大学期间，我学校附近也有一间汉堡王，我常常在打完球后一个人拿着优惠券去吃，每次都是吃买一送一的套餐，边吃边用手机看漫画，非常满足。出社会后，我有一个瑞典的好朋友 Nicholas 来台湾学中文。Nicholas 是启发我做华语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，有机会再分享我跟他的故事。我们在台北碰面，我非常自私的带他去吃汉堡王，而不是台湾的食物。因此，我和他在台湾重要的第一餐，居然是汉堡王，这也成为我们一直以来的笑话。曾经，我还有个约会对象，因为我太常说要吃汉堡王，跟我吵架，害我有一阵子都不敢吃汉堡王。我到现在都仿佛还听得见他那句：“你每次都说要吃汉堡王。”